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乘搭時事直通車，鳳凰衛視中文台、資訊台、香港台、歐洲台、美洲台，向你環球報道。我係中女。近日香港天氣時冷時熱，唔少市民感到喉嚨不適、咳嗽不停，知道陳皮對此有效果。加上喺疫情嘅時候，關注到普洱茶對呼吸系統係有保養作用嘅，咁所以當你喺網上搜普洱陳皮茶嘅時候，就會發現有皓印普洱呢間茶葉公司，佢哋將飲得健康、飲得簡單做到極致，將頂級嘅普洱茶同埋正宗嘅新梅陳皮壓製成一個18格嘅朱古力磚，你只要掰開一格放喺保溫壺杯度，加埋熱水，就有一杯正宗嘅普洱陳皮茶啦。不妨從一格開始，香港人懂得享受，皓印普洱懂得理心。歡迎乘搭今日嘅時事直通車，拜拜。